傳說中嘅希柔係掌管同教導人類要善待動物嘅大天使。我丈夫同我為個仔取用呢一個名，就係為咗想寄予孩子同埋無孩子嘅一啲祝福。不過我哋嘅小天使喺懂得照顧同為動物謀求福利之前，就必須要先向啲動物學習，讓動物朋友成為佢嘅老師，引領佢越過慈愛之門，方成大人。我相信命定論，但係一切似乎嚟得太早。希柔 BB 未出世之前，就喺我肚裏邊大概5個月嘅時候，同我哋共處嘅毛孩子相繼患病。先係阿兵哥，之後就輪到斑斑姐姐。我哋屋企嘅貓全部都係領養翻嚟嘅，佢哋唔係身上有殘缺呢，就係長期患病。不過就一直都唔需要我哋點樣去特別照顧。我覺得佢哋好懂事，從來唔會抱怨，好令爸爸媽媽安心。不過有一次，斑斑姐姐突然急病入院，病情仲好反覆。嗰次真係令我哋好擔心。丈夫每日都要陪住腹大便便嘅我，由朝早嘅6點一直至到晚上嘅9點，多次咁進出動物醫院。盡管大家都好攰，但係我哋都堅決要珍惜每一次同斑斑見面嘅機會，因為我哋睇見佢嘅狀態實在好差，連呼吸都好辛苦。不過佢好乖，每次一睇見我哋呢，都會咕嚕咕嚕咁反住肚仔俾我哋梳毛，又會勉強咁食一啲嘢。睇見佢同其他留院動物對家人嘅愛，我既感動又好心痛。最後斑斑留院2個禮拜，翻屋企之後安睡咗1晚，就離開我哋去咗彩虹橋。我相信我當時嘅傷痛，BB 係同樣感受到，所以希柔嘅第一課可以話係學習離別嘅苦痛。我話俾 BB 知，動物對生死睇得好豁達，佢哋嘅傷感係短暫嘅。如果你相信彩虹橋，你亦可以釋懷地讓啲動物朋友喺彩虹橋上再生，過住自由安樂嘅生活。呢一個係我教肚裏邊 BB 嘅第一課。過咗幾個月之後，落入凡間嘅小天使出世啦。翻到屋企之後，我哋做父母嘅當然係要先向佢介紹3位貓哥哥姐姐啦。第一次邂逅，啲毛哥哥姐姐都識得行埋去聞下 BB 個額頭、手仔同埋腳仔，而希柔就對住佢哋碌下眼仔，成個見面儀式可以話係喺你眼望我眼底下進行。之後嘅幾個月，呢3隻原本好難瞓嘅貓呢，就竟然變成 baby guard， 日夜咁夾住 BB。希柔一喊，佢哋就會騰來騰去，手忙腳亂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就係咁過咗幾個月無眠嘅日子，各位貓保姆嘅貓樣都出現疲態，連原本嘅大眼睛都縮咗成個 size， 變成蒙豬眼。我哋嘅希柔就喺各位貓哥哥姐姐嘅監護底下慢慢成長。呢個保姆團真係好錫佢哋嘅細佬，而細佬亦都一樣愛護佢哋，成日會喺 BB 床仔唱歌俾大家聽。而每當姐姐哥哥走近，突然大大個貓樣喺床前出現呢，細佬就會興奮到手舞足動，好似好想去攬下佢哋咁。到咗希柔大概7、8個月，可以學坐同埋更多時間係離開床仔。每次貓哥哥姐姐一行近， BB 就會即刻伸開手仔去摸，同埋撞個頭埋去，想親下佢哋啦。不過好多時候佢掌握得唔係太好嘅動作會太大，嚇到班哥哥姐姐會走夾唔唞。由於我哋屋企嘅貓都係長期患病，分泌物好多，另外要勤啲清洗，亦都好經常要帶佢哋去見醫生，每日又要按時餵佢哋食藥。自從 BB 出世，我忙於照顧佢之後，我又的確係少咗時間照顧貓貓。突然小龍姐姐就開始發病，口腔患嚴重潰瘍，成屋都係血絲，而且佢仲越嚟越瘦，令到我好擔心。好在我嘅家人都係愛護動物嘅，大家都會拔刀相助照顧小龍姐姐，我就盡量勤啲清潔屋企，唔去影響大家嘅生活。因為我好相信，只要我哋願意付出多一啲，即使我哋嘅寵物係有病痛，但係佢哋同埋我哋嘅細蚊仔都係可以共存嘅。只有嗰啲自私嘅人先至會以擔心細蚊仔做借口而放棄啲寵物㗎。實在每當你見到你嘅兒女同毛孩子相望微笑嘅時候，你就會體會到動物嘅愛真係好大。我亦一向都好相信，喜歡動物嘅
並唔一定係好人，但係嗰啲喺心底裏邊連一隻小動物都不容嘅人，就好人有限啦。所以讓希柔 BB 盡早接觸動物朋友，學習尊重生命，可以話係佢嘅第二課。我希望 BB 同貓朋一齊生活，會能夠幫佢喺成長過程裏邊學懂自我，活出真我。好快，我呢個獨仔就學識分享。有一次，我煮咗佢中意食嘅三文魚粥仔 ，BB 食得好開心，而餵食嘅姐姐聞到呢，就即刻走過嚟。我快啲同 BB 講，我哋唔好食晒，一定要留啲俾姐姐啊！冇諗過，我話口都未完 ，BB 就即刻合埋個嘴仔絕食，想將啲粥留俾姐姐。直至我話唔使擔心，唔夠我會再整啲俾姐姐食 ，BB 就即刻開翻個口仔繼續去食，顯示出情同手足。因為希柔自出娘胎至到佢學習反身、學坐、學企、學行，一直都有呢個忠心耿耿嘅貓班底陪伴左右兼做伴。啲貓都有自己嘅性格噶，譬如阿兵哥呢，就比較穩重，係屋企嘅道德警察，最中意呢就係及實個細佬。大軍哥呢，其實係一個大頑童嚟嘅，最啱咪日夜陪住個細佬玩啦。有時佢仲會偷玩細佬嘅玩具。至於小龍姐姐呢，實在就仲驚青過條蟲。不過每次一開飯呢，佢又實在忍唔住要過嚟望下望下。細佬一見呢隻蛇龜貓古古怪怪嘅樣呢，就會嘎嘎聲笑。希柔而家已經18個月大，開始牙牙學語。佢喺未識叫我做媽媽之前，已經識叫姐姐同哥哥，試過連發開口夢都嗌住哥哥。依家每日一落床呢，亦都中意一邊叫住哥哥，熱情如火咁衝埋去錫哥哥，掛住哥哥嘅程度簡直係有啲不可思議。自己食餅仔或者睇書嘅時候，亦都一定保證要有哥哥份。有時佢仲會化身為小貓奴，同大軍哥哥抹下個頭仔。有時又會攞住包貓糧追住阿兵哥哥，又中意拎住支神仙棒去撩小龍姐姐玩。完全係好清楚班貓咪嘅喜好，努力咁同佢哋建立關係。一個又一個呢啲畫面，真係好令人感動。其實細蚊仔同動物嘅感情就係咁真摯，呢一種情感嘅交流同埋灌輸，一定要我哋親身經驗過先至可以感受到，喺書本上係冇辦法完全學到。今次我分享佢哋嘅故事，其實係想鼓勵有細蚊仔嘅家庭，請放心咁領養動物，及早俾個機會你嘅細蚊仔去學點樣去愛同被愛。因為愛護動物嘅小朋友長大咗之後，應該都會成為善良嘅人㗎。睇見而家香港社會似乎有一個越嚟越奇怪嘅現象，就係啲成年人有太多無謂嘅焦慮。譬如近年嚟有好多家庭都會用懷孕呢個借口去棄養寵物，個個都話擔心動物會影響孕婦同埋胎兒嘅健康。先唔好講責任嘅問題，其實有好多醫學報告已經指出，同動物一齊生活唔單止唔會影響兒童健康，反而係能夠增添細蚊仔嘅免疫功能㗎。所以以上嘅所謂理由根本就唔係一個值得擔心嘅原因。喺我懷孕初期，我哋屋企有成5隻貓，其中一隻係暫託嘅。喺希柔出世之前，我有先話俾我哋嘅家貓知，即將會有新成員加入，而佢哋嘅反應呢，可以話各有不同。有啲人冇所謂，有啲人好感興趣，有啲就表現出有些少擔心，感覺就同以前屋企加多一隻貓一樣。動物有不同嘅反應亦係正常，因為佢哋係思想個體，大家亦有不同嘅性格噶嘛，所以我哋係要特別注意佢哋嘅情緒噶，尤其是係貓貓，因為如果佢哋情緒唔好或者係感到有壓力呢，佢哋有時真係會屈到病噶。我仲記得懷孕之後，基於自己有啲生理上嘅困難，令我唔能夠好似以前一樣咁去照顧啲貓，單係想抱下嗰啲超重嘅貓，我就已經有啲力不從心。但係啲貓又好似好諒解，就算我係遲咗餵佢哋，佢哋都從來冇請我食貓面，冇俾個面口我睇啊。大部分時間佢哋反而會靜靜咁挨喺我身邊，好似係明白我需要休息。小龍妹妹更加會輕輕咁按住我嘅肚皮，好似係想同 BB 打招呼咁。好好笑嘅係，肚裏邊嘅 BB 有時會起飛腳，踢親挨喺我肚上嘅大軍。最初佢會嚇親，走到冇咗影，但係後來佢仍然會咕嚕咕嚕咁，顯出佢係十分享受。有一次阿兵哥唔小心踢親我嘅肚，令我痛到嗌咗一聲。原本高高興興嘅佢，即時面色一變，顯得好內疚。直至我安慰話我冇事噶，佢先至放心。
可見佢哋係同我哋一樣，大家都係好着緊 BB， 令我好感動。對於迎接新生命嘅來臨，佢哋都表現得好雀躍，並冇任何妒忌呷醋嘅情況。所以我好相信 BB 喺呢一個環境底下成長，一定會有好多得着，會成為一個懂得愛嘅人。正如過往一啲已經生產嘅家長經驗，希柔 BB 同我哋屋企嘅貓狗生活得好融洽。我哋嘅寵物就有如係一班保姆，大家都樂意看守住 BB， 唔單止冇衝突，亦都冇疾病感染。其實只要家長喺教育同埋照顧上係配合得好咧，幸福嘅畫面係一定會出現。但係假使啲家長係完全冇付出過努力，橫邦邦咁將所有莫須有嘅錯歸咎於家中嘅寵物身上，隨意將佢哋放棄，咁就實在係好反智嘅事。除咗為子女樹立負面嘅榜樣之外，更加係抹殺咗子女同動物互相學習嘅機會。好多時候，兒女失去咗寵物朋友，心靈上嘅創傷亦都會形成長遠嘅影響。以我嚟講，假使子女係錯過咗互生嘅經驗，佢哋長大之後，即使係幾成功都好啦，總會係有啲遺憾㗎。